看美国的总统大选了后，这个拜登来当选，对两岸关系有啥物影响呢？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认为，中国对台湾的政策未来改变，可能会加速度来操作到统一的进度。另外，前总统马英九呼吁讲，爱来一场串实会，陈明通来呛讲，这是差错的结果。原汁原味的9·2共识，为两岸避战与谋和。 甚至能够促成蔡徐会。前总统讲这句话，互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气死啊！所谓的这个蔡徐会根本就是炒作出来的议题嘛。就伫咧行政院长苏贞昌拒绝蔡徐会，陈明通讲两岸爱有意义的对话。不过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强调马习会的历史意义，颠倒互陈明通骂动气。不要对马习会那么敏感，曾经它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啊。 那如果有机会，两岸马习会对陈明通来讲是历史，因为即马讨论较热扑扑的，就是美国总统大选。到伫咧拜登确定赢了后，对两岸的关系有什么影响？对台政策不会受到美国大选结果影响，将会继续借可能的发展策略迂回或加速操作其所谓的统一进程。 主委话讲啊真清楚，嘛继续证明两岸关系真紧张。不管美国向当选，台湾压力嘛是真大。